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温阿东准备开始要收啊，一寡早餐人烦恼赤鸟啊会来偷食，可能就会较接举草鸡啊去宣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鸡，过鸡第4条，有的细头腔口是读做鸡。鸡就是用来挂草的鸡丝器具，像讲黏力啊，咱讲是鸡啊、草鸡啊，或者是挂鸡的鸡仔刀。因为后壁的柄是茶做的，冇人讲是茶鸡，也就是茶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茶鸡，意思就是茶做的鸡啊，冇人讲是草鸡啊，有人讲是鸡仔刀挂鸡。第二个词读做草鸡啊，嘛是同款意思，拢是讲到挂草的农具鸡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阵温阿东已经准备要收成，想讲即马拢已经是机器化。讲去宣传的时，也是会早茶鸡啊顺看看。若是讲看到发一寡草啊，就顺手用草鸡啊扑收咧，扑草兼运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